다 창문을야 안에 나루들이 섬시하다 안들이 대배배 아주다 지 군주 남바스레 다는 신기 지 긴둥이데 저주인 남바스레 다는 시대 좀 기다 초보용이야 안들이데 캐나다리아 토마 용하기 고급총 안디나네 미세기 지도데베 총계 리나로야다 드리데 뭐였어지 마지 만조리아 public talk 체하를 드지 고급총벌에 디 고급들 균지 강조 제아당 아주 빈주지리아 interaction somewhere 제아 고급 총부대 가보시라 좀 안에 장으로야 섬주샤이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早安。今天有许多的来宾，还有僧伽大众，还有所有与会的大众们，首先要问候大家。那么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今天又能够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场演讲，跟大家结下一个法缘，我感到非常的高兴。가져라다 안들이 아주 자기 최소 규미 하는 공기 가져라다지 매시 최소 규미 공기 뭐마디 최소 나로리아 지 배배过来 계시야지 예 유튜브 난 통송 라서 제가 드리는데 무슨 제압도 가보시라죠. 라서 아니 드리는데 미세 관리에 도시셔야. 라서那刚刚这位议员他的一个致辞，那我要特别谢谢他，因为我在 YouTube 当中有见过他在议会当中跟大家讨论有关这个藏族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今天能够在这里亲自见到他，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大点点，看出来，他这趟给他，这，专人做什么了？他的从业里拿了呀，是米里，怎么连给？他是米里，咱们这帮那说是的，总是。이제 종계를 차리 와래 아니 미리 되게 지 수수기 지 최다 리숑 던제기 지 밸류로 가리 진탕으로 지당 가지에 비미냐 안 데려야 지 고게 매바서는 자도 되게 될지 라와 차자 유에되바 되게 될야 지 지기질이야 지구르 더 구구르 토구여와 다들이 지기 다 종계 미세 차리 와래 라바도 아주 다 퓨리기 장보로 화장 마부지 다 조디 캐나다 나로네 마시슈지다 그런 조리야도 쉬어래 제상 디기딜야지 그런 쪽이 저 롱보다 다는 신기 다지 피부 토렌토 서머베 디상메기 에너베지 거수 집에 warm welcome 나세 다다보동 아주지 베베기 비리스지 초진의 수수최의 리숑 송급차 초진의 지랑수수기 지 민세기 다지 초탑서 말에 되게 지 가르래 간지토리미냐 지 시라가 야고요 되지 도시미들이 고급의 뛴세 ane delia misegi gadin je ren da an tu chi shuai
多伦多这个城市，它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有多元的文化，然后也有多元的种族在这个地方。那不同的民族都可以将各自珍贵的这个文化很自由的保存，也可以传扬，而且互相之间是非常的尊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也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城市的一个特点。那么尤其大部分的藏族都住在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城市当中了。这里的藏族的这个人数是非常的多的。因此可以说，真正我们藏族的佛法、藏传佛教也好，或者说藏族的文化也好，就在多伦多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居民大家的欢迎跟照顾之下，那么文化得以得到一种保存跟延续，而且藏族人民的生活也可以说在这里得到了照顾，得到了一种保障。所以我想要借此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感谢大家。다 디린데 고주야디 더기 디스 치고를 차진다 죽주야가 두수를 내 자임자 디린 유산에 담마시 디린 니마 당부 인자 니마 당부 디나 세션 당부 디 인자 다 디즈지 찬직 머지를 지 연구되어 가래 다 지단기 가르쳐라우다 다들 이제 지 조지 남배기 가르쳐다 지금 최대 제배团에 이제 다 가서 지금 아주 천재 재산을 장도 야나다지 최세로 차 드리머에 디다 죄세를 조 버지지 실험 재수사르지 드리지 실험 재수 걸 지시하는데 Larry. Lassa. 那么今天呢，开始的时间也比较晚，似乎现在也已经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不过本来我们第一堂课，这个在准备上，可能主办单位都还有一些还在适应当中。无论如何，那我们会有这几天几堂课。这一次最主要就是一个佛法的开示，透过一个开示跟大家结下一个法缘。这一次的主题是谈到佛教的根、道、果这样的内容。第一角色的가수에 단한 숍에 맞는角色的실험 재수님한테 하고 봤어. Lassa. 가시에서 로종 시야랬어. 가시에서 양 때문에 이제 시야랬어. 제가 실험 재수님이 이번에 단한 숍에 맞는 시야마서. 아들이 이제 산다. 지 가수다. 실험 재수님 남샤 사야됐다 지 가수다 지 베트남 아주 남규지 나셔 기배 가서 지나다 지나셔 딘 사부시다요래 다 예민해 다 디디지 그 뒤에 있는 지 실험 재수의 남샤 티나라야 누주여위 인두산에 다고 디 실험 재수사의 동지 첨부르지 디지차의 예위 인두산에 다디 남산 저지 가야 매우지리야 시에트야 돼 가라카부르 샤서 Lassa. 那么其实我是在今天早上才知道会要讲的是这个主题，因为之前听说好像是要讲修心，还或者是另外一个主题哦。总之早上才知道。那由于根道果，这其实是我们首先佛法里面来讲，佛法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所以在传统上我们会说将所有的佛法归纳含摄为透过根道果这样的一个架构来做一种解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根道果它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涵盖在其中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主题。那在没有这样的准备之下，也很难这个
讲的非常的多。다 드린데야 지 실험 대선 사게 지 시사 남주 식물의 내루스를 사네 다 조조데 지 가르쳐다 지 ngwe nedan sanan rando ji ngwe ni zu ni lu kari bade ji ngodre cha sanan rando ta de ji chuship cha yin bare根是什么意思呢？根在这里指的就是事物的实相，也就是一切万法它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所以这个根它谈的就是介绍给我们整个这样一个万法的实相的状态是什么，这个就是根的意思，一个基础，一个根。但是当个我们尼路啊，可能给这卡说这一路中卡里没得，我这我们尼路其实通年着，嘛通年着，我们尼路天里啊，会开发是更主要嘛呢。因为啊，但是我们尼路其实马桶呢，但马桶给但俺那说，是卡说的是，俺那说的呀，但更是兄弟，我们尼路其实马桶呢，那是卡说这，其实马桶的，那是，这但是，다 강에 먹고 쳐야 돼야 또 차대요래 다들이 이제 외변일로 지신 통부터 쳐버려야 아니 개치 쉬어디 아주지 니로 가려 버텔래야지 아주 따당만 나와서는 다도 다 viewpoint 다디 지금 만어로와 양다와 진지지고 아주 개좀 차리 따당만 나와 충분히미나 아니 신의 지금 외변일주 컨트리 버티 통투야지所谓的事物的一个实相，或者说这是万法它本来的一个状态，它不会受到我们是见到了它或者没有见到了这个实相，它不会因为我们的见到或没见到而有任何的改变，它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所以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的差别。但常常会造成问题的是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没有照见到，或者说如实正确的照见到万法它的本质、它的实际的状况，也就是实相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我们说许多的烦恼、许多的痛苦，也会由它所产生。所以我觉得在了解所谓的根，就是所谓整个这个基础万法的实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了解它，或者说如实的照见万法的本质，是很重要的。当你用对了方法，正确的去看，那你才有可能看得到，或者说照见得了、关键得到这样一个万法的实相。加上能够就南北给，但是都是拿落来呀，刀啊，是啊的，但给是不是这个样的？这个本东尼个刀啊，就南面个刀啊，这个的给是不是这个样的？但的我说给做起，我们那就看了也没得了呀，就都注意到这档，所以给但是 viewpoint 什么的呗，反正你就热什么这个东西。viewpoint， 搭档对不起。Langsam. Dang med i datang race. Oh no, it's like all this we are talking about, all this view. Lare. It's more, it's talking about like viewpoint, Langsam. how we look the sort of reality. Langsam. 佛教当中很注重一些观念、一些见解。举例来说，空性或者说无我。其实我觉得这些见解或者空性也好，无我也好，它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正确的去了解万法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所以它其实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看。它特别是写明呢，我觉得你这个搞出来，
ngā sā de le de zu kan de jo le jin dang ro kan de jo te ngā zu ba tak se che wi mi na ta ngā sā ge jin dang de zu ru ti ta je ngā sā de ji rang wang wa sa na da do ya na independent samar be ta de de ji ngā ro ji yue de ru ji ten de yo le ta ina ngui ni zu thwa le ya jin de ji gi de independent samar be xian la ma de ba ane ji de ge ngā be rong zu tu ba ji yo de be sla bi na de yo ma be na ngā zu ji ngā su ji zu sa ta xian da ji pong bo ngā chi da sam lo ma dang bi na nge ji su gi pong bo samar ngā zu ji lu bu de sam dang bi mi ne ya lu bu di ji 가수로다 지 파마레 데니 총대바 데니 지 시안라 류대바 수부데 주야데 시안라 류대바지 다나 신 아주지 지 사회세 견배 그 가르 임비네 아지 시안라 류대바지 시안라 덴대바지 드리 임버래 所以很简单的来说，所谓的见解或者说这个根的部分，它其实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看，如何正确的看。举例来说，无我的见解的时候，它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好好的去关照一下，看一下所谓的我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一般会认为的我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啊。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如果你真的去分析、去观看的话，因为实际上你不可能是一种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因缘而独立自主存在的，是不可能的。先不谈我们的五蕴和合的这个身体，就谈我们这个身体来讲好了。举例来说，我们这个色蕴这个身体，它就是依靠父精母血，依靠父母而得到的。再来，我们渐渐会成长发育，这整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很多很多外在的条件跟因缘能够让它成长跟生存下去，一直到现在。可以看看我们所吃的东西，我们用的东西，我们穿的衣服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来自于其他人，所以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独立跟其他人完全没有关联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我们认为的这样一个我实际存在。等于女生呢，这当当面时候，到底一直到了呀 selflessness， 女生呢，在自己修成不如去，大要嘛的啥的，自己，现在到这修成不如下的了，接着。密码不去上面拿了，这打啥的早晚的买不去，这里去挂两个了，因为做的了 ，emphasize 下的，告诉哎，做的安全的上班能心这个，这里去给他，告诉打去远面打过的是，等于就上的打面啥做的，安全上班能心这个。다지 요마르스 대인주산에 뭐니 수토리아 다사데 컨디지 초도 가르쳐 편지 찍을 찍대요 토안에 가르쳐서 다사지 라와오도 좀 임버치네 지 딘중 듀중도 근데지 토안에 다사 컨디지도 근데지기 wandering somewhere 근데지기 다 간다 지 밀리아 지说的就提出给我是那这样的，然后wandering就用切都，那给修成不起 ，selflessness 就修成不起，从应该的上头。Last wandering. Yeah, makes people wandering. Last Maybe. Last in a conductor of the race. Maybe. Last We'll see. Okay. 无我这样一个用词呢，许多人会有一种疑惑，就是这是好像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个用词，就是没有我。
那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一个这个我了？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他之所以会用这么一个比较强烈无我这样一个词，它其实是在让我们对于你以为的这么一个实有存在的我，你升起一个疑惑。所以佛陀其实要我们去观察跟分析的，或者说他要破除的，并不是就是我，他要破除的是你以为那么样一个独立自主存在的实有的这么一个我。因为当你去观察，你听到无我这个词的时候啊，没有一个我吗？那接着你继续去观察，原来并没有所谓的独立自主，完全不需要依靠其他人的我。事实上你观察后会发现，原来生活中我所有吃的、所有穿的很多东西是需要依靠很多因缘，你才可能存活下去、生存下去。所以这样一个因缘和合的我是实际的，这个并不是佛陀要破除的。所以因此讲回来，当我们谈到无我这个用词，我觉得他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说，让你对于那么一个自以为的那么一个我要升起一个疑惑，并没有这么一个我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我存在。这是无我这个用词它的用意在这里。full stop somewhere that's it Last time. it's more like question mark somewhere Last time. da kashel da yomar la da kashel tagarang li ya ji samdong cham de cheche da yomares sange ji da yomares samsaro ji samdang ma do ji tel une de further explosion somewhere that's it une de medang milu ji我你去到看这一吧，就什么钱了，这个托南钱了，是的，找钱是啥用的？我那现在大没啥的，就他就说起，大要嘛的这那么就三个呗，准备能进去些，他这边说是真的没吧？大，原来就大没呗就没路是那样的，大没是真的可以嘛？就是可可以嘛？没把人是这连拉不起线下没不打地基，我那这那个打地团大科瓦罗的顶上不可以嘛？地科瓦两个的，该是其他人什么这么东西？Last time. 但给区别能行，俺就是三百人心情，俺就能去俺啥的，真当什么最可的这边的，天能心情都得没多。Last time. 天样俺这个这。alien 就错啊，但被 alien 什么的呗，错啊的看了嘛差不多。我有你最近啊最面试个错啊的，这位团的什么团的，该是其他多什么程度？本等于俺最虚本的心，就俺啥的，就先了哪绿的不起，让说错啊的，人家的这个，把多个，让个多个，他们说长个了，就先了哪绿的不起。这就三毛就考多一米呢，现在就感觉错误的这位团呢，三毛多还是用多啊。所以无我的这样一个见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句号不是说没有我就 stop 了。我觉得它是一种问号，它其实是在激发你更进一步去探寻，到底真正的我是什么？我们一般以为的这个我。其实不真实存在啊！原来还有更深一层的万法的实相是什么？它会在激励你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不然许多人很容易就望文生义那么就以为无我好结束了。佛陀好像是蛮这种教条式的告诉你没有我就这样子，但其实他更进一步是要鼓励你首先了解到并没有一个你以为的那么一个我。而更进一步帮助你推动你去更深的去探寻真正的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而且一个重点是在你去探寻无我的这一条过程当中，记得不要脱离现实。换句话说，你的无我不是去向外脱离现实的去想，而是就生活中你去想，真的我可以独立的自主不依靠他人存在吗？所以你在生活中就一点一点去观察，我现在穿的衣服
我等一下吃的食物，我行走，我用的交通工具，我一切的食衣住行等等，你会发现原来每一个都离不开其他的生命，或者离不开其他的因缘，这一切都是缘起的。那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在生活中切身的去感受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意思就是原来没有一个你以为独立自主的那么一个我，而了解到其实万法是息息相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제가 지금 담에 사야지 상계 아무 제베 타제산 소수체베 타제산 안 다당 아주 지금 제도 첸다 담에를 제도 체사는 되게 높지. 근데 통고 알아되네. 뭐서다 다 이민 사다 타데 지 상계 아주 첩체네 타제 투야지 매다. 소的소수기 지 가르주라다 지大型见接不起来，那就他缺位呢，等我那真的他缺不起，差的话嘞，等我那真的就看出来他大面，通话山那大面我看出来他就说的偏导员的去，下头就是真多。虽然说无我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是观念吧，或者说这样一个真理是很早很早以前佛陀他就发现的。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说这样一个主题，你好像感觉到是在就是一种他佛陀当年这么说你就相信了，但其实真正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无我，它不能就只是一种相信，或者因为他怎么说我们就接受，这是没有用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种疑问，是一种动力，是推动你去对于你现在以为的这个我产生一种疑惑，去分析，去观察它。所以这样的一个无我观修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由别人所代替，甚至佛陀都无法代替你的。所以必须是由你自己透过这样一个观察，一个修持，你才可能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换句话说，无我对于你才会真的有帮助，对于你了解到真实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才会有帮助。남기 예자려다 미 따지 담는데 뭐부 연구하래 뭐부지기 답에 나래베 지 가수지 시럽 남주 시럽이라 민도스 그리고 지 시럽 개배지 시럽 첨부 영화지기 배 시럽로 나로치 하나지 시럽에 고원으로 채시 지 고주 삼례 나로를 지 내버도 바지 칸을 채시 시럽 첨부 지 자유 여반으로 지 근데 지 삼로 주고 있어 지 시럽게 배 고체로치 근데 신인데 용디도 다 남상 고체 영화스 개민도 다 시럽사디 남균에 나랑 염료를 채인 주스다네 다지 시럽 다바도 당 아주 시럽사디 마신데 지 시럽사디 고 놀 가르다 드신담도 자요 그러나 이와 망고요 다이네 끔 들려야지 니루도 시럽세나 장도 야나지 남아 상계비 시에대야 지 센토비 지 시럽 든지 용으로 잡을래야 개시슈디 직다와 다기 시합은 신기 아주 다음 주에 좀 시에대야 난기 다와만 넣어지 수수 규례 개비치 근데 그 토안에 간다지 수수기 지 삼바디 배 가서다 지 야셔 당선한다 오마지 부수 도벌 수요 되버디 그저 로제 깨시 근데 지금 토안에 에너지 배 따당 만자를 충분히입니다 오늘 보려 따당 오마 내로 som을 부수 도벌 되래 야셔 버지 따당 만자 충분히네 에너 신이지 싫고 나와 개버선한다도 싫어 야셔 버지 마지 그래서 용도 삼사로지 하나님 용도 충분해 레이드스 미소를 드시기에 다 시럽사들 남산남성의 교란 제샤 민도스 시럽 지 말에 가서다 첨부 영화서는 라도 세계 제야라야 당보지 수수에게 따주 지 수수에게 뭐 볼이야 따당하면서는 삼모 동당
ene ji gowa lendan di azu yuwa dang gu do suma nga zu ji gowa lenda sam dong da bu su dong de men ba chao re de men ba da di ji ja jie se chao yong ne sam dong a da ne xin gi ja jie kwa di ge shi bu do su de de chu yi ne ene ji xi le gu na ge ha ji很多 cover 的些语。 Langsam. 很多人会来见我，他们都会说：“法王啊，请你加持我，让我这个开大智慧啊！我实在有点愚痴，所以需要智慧，请你加持我。”常常我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在说的这种智慧，好像是在听起来像脑部好像开个洞就可以，好像很厉害一样哦。有时候我一听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一下子其实智慧没办法这样什么加持一下智慧就打开的，是不可能的。其实从实际经验上来讲，我个人也觉得，当然讲到智慧，开智慧这个智慧本身，它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智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我觉得最主要开智慧的智慧，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谈到的，当你看清了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万法的实相是什么，这个就是开智慧。其实佛教里面所谈的最甚深的那么一个智慧，就是这个，他认清了万法的实相，或者用一个词叫证悟了万法的实相的时候，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里在谈的所谓的根也好，就是整个基础，也就是见解，就是万法的实相，它需要透过你自身的一种去探寻、去分析、去观察，了解之后，这个过程你就是在开智慧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无我也好，它都是在告诉你，你的思维不能再跟以前一样了，你不能再跟以前想的一样，以为有那么一个真实存在的我，或者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我了。你的心不能再过于狭窄，或者说又是以前的这种自我上。所以整个无我的练习，它帮助你的思维开阔，因为透过这个分析，你的思维会越来越开阔，思维越来越开阔，其实就是你的智慧越来越增长。所以面对很多人来问我说加持开智慧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回答，我会说智慧它是没有办法马上给予你的，真正的这种大的智慧，就是看清万法实相的智慧，是需要你自己去探寻的，是需要你自己去观察。换句话说，改变你旧有的思维，不再狭窄，而是你的心胸开阔的去探寻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只有自己这样子去做这种无我的观修，那么你的智慧才有可能真的开启。等于就是说的道啊啥的 ，it not means like you need to learn lots of complicated philosophical school or viewpoint 什么的呗，但这里结果没有吧？但可是 philosophical 就 school 的 viewpoint 是蛮不老种前沿的是，呀，我有你去拖了呀，可是个这上面加起去吧，就可，搞出来这落叶起去吧，当就我那这呢，真正因为也把没多，他们就到那就来闲钱，闲把这解决得就是啥呢？我不是多主要去，嘛多呗，俺那搞出来过。我在这里就，我你去拖了呀，就军山了什么东西了当然先给落叶吃了了去，真的就用不眼巴要嘛，这就是隔壁的了呀，那就是啥的，搞出来的，租的，那就搞出来的，就超用的，那就超的话嘛，因为超用的什么东西。军山什么大，你这个当的朝阳的什么大就大，俺当然心 narrow mind 就没嘛，这就怪的，给什么其他的什么的。这里我们谈到的就是所谓的根道果的根的部分，它可以说就是见解，它就是一个帮助你探寻事物真实的状况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疑问，这样的一个方法，一个观修的过程。所以它并不就是一种单纯的或者填鸭式的，或者说一种你只是在吸收知识，吸收很多很多的理论，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
它不是一种理论。那事实上，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理论，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很聪明的人，他可能这个叫做饱学各种的经书哦，他可能理论懂得非常的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心胸开阔，他反而变得心胸很狭窄，他有时候变得更加执着我的见解才是对的，是这个理论才是对的，他其实都失去了本来这样的一个根，这样的一个见解，它是在帮助你探寻真实的状况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原意，这样的一个初衷，它也就失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它可能就失去了一种焦点了。因此我们都讲到今天谈到是这个根到果的根，就是这样一个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要多元的思维的，然后你的心胸要开阔的，要包容，要接纳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接着 another Buddhist principle viewpoint the emptiness 下的写过吧。 Lasa. 但这样也等于写不能行。emptiness 下的究竟理解给了虚拟，那我虚拟的了我的，但究竟的虚拟了多少呢？那么就压力啊、zero 力啊、虚拟啊什么的。这街上아주的다와人吧、恐怖人吧，这个아주 다와 투부를 내가 되게 봐 딥체. 네 수리야 통하라고 개개인식이었지. 근데 이 되게 상황을 배 zero 체체. 막 가수지. Back to the ground somewhere. 나들 이렇게 지 가수가 다 봐. 통상으로 체체. 근데 지금 토안에 아니 신의지. fresh thoughts and 다도. 야만의 지 가수가 다지 시럽 싸바. 남주 싸바지 아직特别强。这里强的，好像没设计强的多少这个东西。再来，佛教当中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见解，无我之后的就是空性。那空性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帮助你了解到万法实相的一个过程。那在空性这个词，在梵文它是 shunya， 它的意思在现在印度文来讲也会说 shunya， 它指的是零，数字的这个零。所以其实当我们说在观修空性、修持空性的过程，其实它是一种过程，在帮助你不要再受到过去自己的这种我们叫成见或者说恶习，因为那些东西它会让你裹足不前，它会让你无法看到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因此观修空性它就能够帮助你打破这些成见，打破你旧有的惯性的思维，让你回到原点，开启一种新的智慧，重新再出发。但是当到了这新外边内陆下的，那么同时讲为什么说个 Buddhist science 就说下的，这是电影不长，这里做的这是就军人上当。我有个泥水堂，我有个错家庭吧，这个两个所以个，那么这个吧，老家入街去，这里这个团呢他，做的这个去路，他说的这个去，这个他说的这个 not religious 什么的，这个。custom 다 들레다 다나 신기지 ritual 들레다 잡아매야지 조조데 안다르지 균세 안다 섬도 알지 들리지 임바다 다 바지 들리 쉐시 지다 두주데 당기네 조사서 제가 들린디 디스 보주가데 치우인상 안데지 두주데接下来的就是的忙着出去，当不来，但这些小辈年纪不长。所以这里就提到的是根到果的根，这个根可以说就是一个基础，它指的就是万法的那个基础是什么？那个根源，那个根本，也就是万法的实相。那在尊者达赖喇嘛尊者也常常提到说，用一个词叫佛教科学。那其实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刚刚谈到的整个这个过程，它不就是一种宗教的信仰，它也不是一个说一种死板板的教条或者一种传统的习俗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而且是充满智性的。你是就在生活当中去用你的分析，用你的智慧去找寻，去看到，透过一些佛教这些理论，帮助你在生活中看到万物它真正的状况是什么，万法的实相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谓的根道果的根，讲到的就是万法它的根源，它的根本基础的实相是什么。那早上大概就讲到这里，因为开始的比较晚，所以也有讲超过一点时间。